这个叫鬼针草，你看这个种子啊，碰到一捂就缠住了，碰到一捂就，那，所以那个留在衣服上帮助它传播呢。蝴蝶都会来粘呢，会来采蜜呢。你看你这个花蝴蝶又来采蜜，你看到蝴蝶又到菜里面去停留，就会造成那个菜的病虫害。你看到，能够赶快把它拔掉会比较好。尽量田里面看到就赶快拔，这个是已经在水沟旁边了，比较没关系啊。你看香蕉一直都黄黄的，缺水分了，已经冬天了，缺水分了，因为缺营养，也没有在施肥。